香港朋友想喺深圳做資產配置，又想自住兼顧，今日同大家推介一下龍華龍門一品。項目坐落於龍華都市核心，深圳三大都市核心之一啊。梅官產業走廊匯聚咗華為、富士康，舊改密集，大牌房企都種住喺呢度，升值潛力十足啊！小區嘅話，綠化率可以高達40%噶。咁錦龍4A 山水田園景區，環境非常之清幽，主打68到116平方嘅精裝2至4房，全部都係70年嘅紅本住宅嚟嘅。今年6月份就可以即刻收樓啦，總現樓買得非常之安心啊！交通亦都非常之便捷噶，清平高速免費可以通行，半個小時可以直達福田羅湖，接駁香港關口，雙地鐵加持，臨近深圳北站、平湖高鐵站，港深1小時生活圈往返都毫無壓力噶。樓下就有9年一貫制嘅名校啦，商業配套又非常之成熟喎，總價200萬起，低門檻可以入手啦，首付月供都非常之輕鬆，自住又舒適喎，投資保值2相宜噶。龍門一品，港人喺深圳置業嘅首選，有興趣嘅話可以私信俾華女帶你現場實地睇樓，領取港人嘅專屬優惠啦。